全台大型车事故，一年就高达5000件，其中因为驾驶视线死角以及内轮差，就是事故主要因素。而且这项事故不只是在台湾发生而已，在世界各国拢有同款的状况。因此，有部分的欧美国家在明年起就规定大型车出厂，拢要配置盲区 AI 主动警示系统，才会当上路。台南市消防局这次就收到吉米车店完成了3组盲区 AI 主动警示系统，希望会当降低因为视线死角以及内轮差等因素所造成的伤亡事件。奇美车店所捐赠的这个安全系统配合 AI 的系统，能够让我们消防车在出勤的时候能够避开这个死角，能够主动做一些动作的反应让消防车在出任务的时候更安全，避免造成憾事。那因为消防车跟卡车一样，车辆比较高，这个高度比较高，那往往有时候会视野很好，但是看不见车前以及右侧副驾的前面所以说像今天就在别的县市就发生大车这个车祸结果就碾到了这个骑机车的这个驾驶，所以说我们觉得避免这种憾事，谢谢奇美车店的帮忙。大车其实它有很多的视野盲区跟死角，但还有内轮差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知道德国跟日本在明年6月、7月的时候，他们强制标配，只要你新车、大车一定要配，否则不准你出厂。那我们台南市比他还早1年哦。那我想从我开始，我们让台南市所有的这些大车，包括消防车啦、工程车啦、环保车啦，全部装上去，让我们成为全台湾的典范，全台湾肇事率最低的城市。吉米车店所研发制造的 AI 主动警示系统，具有7个发明专利。目前在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消防车，拢已经全面安装这套系统。吉米车店这次完成3组 AI 主动警示系统。目前在咧市府消防局第6大队所属分队使用，也是全台率先安装启用的消防车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